性侵兒童、扮假義工、無牌社工、由23年開始已經無牌，仲喺度周圍呃人錢，要人哋入貨。呢個女人喺西貢呃咗好多人錢，騷擾人，成日報警。呢一個假義工、貓義工，傷殘啲貓，自己喺個鋪裏面咧就繁殖啲貓，然後收人錢要人領養。呢一個假義工周圍呃錢。琴晚去咗睇樓啊嘛，知道啊，好多人已經知道啦。你唔好再呃啲人啦，啲街坊咧俾你呃咗好多錢，呃人入貨，仲要性侵一個聲嘅人，不知所謂。呢個女人不知所謂，騷擾。